爸妈妈看到这里来搞钱哈。出来平安，在你安尼营养的司机对国家的贡献，你会好关心，希望讲你一路好行，有做接应西方这种世界，阮有讲的所在讲一个，后世人吼，能够继续为这国家付出来，也不少。妈妈，我们先照好。好吧，我们这个在那个我们过去，然后等下新兵队这边会帮忙。等一下要做那次动作，其他的人先在外面先。那就真不够管制，不要进去。那不止。哦，在这边啊，就所以死因是到底是？死因就是昨天战车在第一时间翻覆之后，他车长就是被压在下面嘛。那因为汽油就燃烧，就是灼伤死亡。灼伤死亡。那后续我们再请怪手把它挖起来，整个消防车来救援之后，然后整个用怪手把那个战车挖起来之后，再把那个车长从炮塔里面拉出来，还送医又就不治死。副指挥官，那请问一下，他们今天家属来几个人？分别是什么人？就是他的父母亲，还有他的二伯、哥哥，对。妈妈有什么话想要讲的吗？会不会很想知道事发原因？我们小心哦。那我是我上课了啊。没关系。我坐后面，验车，验车哦，指挥官，你坐你的车好了，好，验车了哈。